袂使，白下骨无叫我拍转去，啊若无，天公伯真正有在保庇的。遐日本人吼，哪会安尼恶毒啦？甲你拍甲安尼。志远，你敢知影？你无伫个时阵，我逐工拢咧思念你，我足烦恼你的，我一直想要去看你，啊毋过遐日本啊，拢无让我甲阿娘去见你一面。昨暝，我逐下当伫房间内，我着枕头想你，最后才咧哭。拜托天公伯会当保庇你平安无代志。我到今日才知影，我有偌需要你，我千万袂当无你呀，志远。你答应我，你莫阁离开我呢，我若无你，我会死啦。我知啦，明珠。我对你就算从今以后，我袂对你歹，嘛毋敢对你大声声啦。真正，我要好好做你干手，逐工甲你想念你，真是的。志远，我对你是真心的啦，志远。是啥？阿娘，是我啦，香梅。阁有啥物代志是？是阿嬷哦，叫我摕猪脚面线来互阿爹食啦。唔免啦，即摆都无用啦。你先放伫灶骹，小等我才去摕啦。啊，毋过，你阁袂听心？哎呀，明珠啊，是阿娘叫香妹送来的，伊若无安尼做，阿娘会生气，你知无？奇怪，你吼，你著去甲猪脚面线放来就是啊，嗯？紧去啊，嗯？好啦。娘，你徛伫门口就好啊，去哩。你家哪过入门的时阵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搁记哩吼？那安尼，就照我规矩来，知影？知影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这个尼姑的性命就真危险。暂时应该是袂啊。阮强家，毋知佮去用抄家无？老爷，这做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来保护恁强家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安怎啦？外面哦有一个阿婆啊，讲是咪姑的那尔。你要来讨米姑的？毋是啦，伊是讲要来找小奶奶。啊？找香妹哦？嘿，伊讲小奶奶因那尔死去啊。香妹。志远，嗯？顶一阵仔吼，我常常安尼后白对你发脾气，甲你拍，你袂扣分啊吼？真有啥通扣分的？嗯？真是了。真是的啊。那安尼我问你，你有爱我无？这啊，你毋着讲，你到底有爱我无啦？可是你了呢？这着搁爱讲，你问这真无聊。我不管，老妹啊，你讲。我，哎呦，这也无别人啊啦！我爱你讲，我爱你，讲啊！我我爱爱你。小雅，小雅，你莫插伊啦，你紧讲，紧讲啊！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哦，你叫问啊啦。小雅，小雅，你去开门啦，进来，进来。来啊！啊，互恁到底死人是？小奶奶，什么代志啊？
迄小小奶奶哦昏去啊！你靠摇摇，小小奶奶昏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老太太叫我来的啊！安尼真正是吼，连这种代志嘛要叫你来甲我讲。好啊啦，我知影啦，出去啊啦。等下，小奶奶，搁有啥物代志哈？老太太讲哦，要叫少爷过去甲小小奶奶看卖一下。无用。你乡妹搁真够实际，来一套。明珠啊，开门啦！你要去倒位？啊，乡妹就昏倒去，来看卖啊！我不准你去。明珠啊，是安尼叫我去的你。我已经甲阿豪讲过啊，你无用。你安怎？明珠啊，你徛边仔咧啊！志冠，少爷，我知。志冠，我讲你爱我，听到乡妹的名，煞会甲伊飞共款。袂用哩，我着要对我较暗的。这阿豪是安怎？叫伊去叫志远来，叫规波啦。阿春啊，你去看卖，到底是安怎？好，来，下来啊！志远，来，赶紧，你来看卖。哎呦喂啊，实在真假死呢！用这套要来成阮翁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来甲阻挡，啊无我的志愿哦，早晚来叫这只狐狸精袂去。好啊啦，兄妹，莫假啊啦，起来啦！志愿伊根本就无破卖啦，我讲对无？明珠你，哎呦，明珠啊！啊，你也毋是医生，你嘛就还钱啦？阿娘啊，兄妹好啊啦，一点点啦，闪喺边啊啦，爱在夜晚茶。阿婆，乡妹，乡妹，阿婆，乡妹，哪会安尼啦？啊叫兄妹就叫我遐尼温柔，志愿你敢爱记哩呢？下暗吼，我嘛要爱你安尼叫我。真是，哎呦喂，你搁真够假神哦！你都昏去，害阮大家紧张甲咧。志远，你身体到底是？唉，你身体哦，真虚啊，啊心脏阁无力。心脏无力，哼！我看伊的心哦，比啥物人搁较凶啊，阁会无力。我看乡妹爱甲报一下。啊好啊，志远，你拢毋捌叫阿娘甲我报者，你吼实在有够偏心的你。我免报啦，我若不会。你说你放心，你说你放心。阿豪啊，啊老太太，玫瑰那尔是毋是啊？你咧听头？是啊，我咧等你啊。你拄仔食昏去吼，我洋洋安尼紧张，啊煞等咧听头煞袂记，我来看卖吼，吼，我还没去。你休困者啦。谢谢。然后。哦，志远。对。明珠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头痛，啊偏偏小只叫，然后我嘛心脏无力呢。哎呀，明珠啊，房间有药啊，你家己去摕来，我请你无啊。我算毋知房有药啊。袂用，我着对你看卖，看你病在目。哎呀，歹势啊！迄，放你一个倒来食。紧啦，真气啊！小妹，我若不会，我母真正，你若母，昨暗3更半暝就过身去啊！哎呦，啊死人哟，哪靠到安尼啦？明珠啊，你无讲，无人当你是会讲。
我是看杨梅看到安尼，才会问你安尼歹势要做啥啊？哎呦，明珠啊，你念念好无？你要较坚强，知无？嗯，这嘛是真好笑咧。啊，这对伫咱大家人面头前摸到顶，大家人搁点点，这就奇怪啊。安尼拄啊好哦，我的志愿一声你会当实心啊吼。老钱嘛，是代志，歹势啦吼。呀，老家吼是养买一个查某囝啦尔，是毋是应互伊转去办阿娘的丧事？这是应该啦，什么讲歹势？养妹啊，等你莫讲哭，要赶紧转去厝吼。多谢阿妈。志愿啦，你甲阿豪吼，转去养妹因兜，来斗办丧事吼。好。啊，毋过阿娘，这安怎？你有意见？毋是啦，啊，志愿这大拉转来，你看伊的伤过袂好呢。但你是咧讲啥？啊，志愿是乡妹的大官。我再讲吼，乡妹甲你一个人名，也无法度好创啥，啊，因去斗骹手，安尼毋才对。也若无，咱若无出面，咱叫家去用讲，你知？啊，那安尼，我嘛要去。啊，你是要哪？红毛我斗落来咯，你去要怎？阿娘，我是惊骹手无够吼，啊，人侪较好办代志啦，吼。是吧？像这种代志哦，阮来去就使啊。至少有好戏头看啦。这两个人吼，想要去做好人。去吧，紧去紧去。好。你等我啦你。亲啊，感谢你啦吼。哟，你哪通安尼讲呢？我还欠你一份情啦。你欠我一份情？哦，我是讲吼，你遐尔远来通报，我欠你这份情啦。哎呦，咱乡妹阿娘是我的小妹啊，啊，当然讲起来，咱大家拢家己的人嘛。哎呦，讲啥物欠啥物情咯。对。田丁啊，啊，哪无管我面具啊？哦，阿妈，我叫伊去办代志啊。对啦，去办代志。等我，你你是去办丧事，啊，毋是去甲阿丽仔约会，请爱人要创啥？你这样是知哦？凊彩穿穿就好啊啦，我替你吹。啊，无你是要叫我穿啥啦？真的啦，真的有配，来，这手给我。明珠啊，我是穿写一角西装裤呢，请你敢会配了？配到青年头，有够缘投的啦。明珠啊，安尼配真歹看啦。只要你甲我配就用啦，其他吼插伊。我穿安尼敢笑的。我若出去互你甲人配吼，我才是笑的啦。你是咧后白讲啥啦？你希望啊，好袂啦？好啊。哎哦，你做乜安样种咯？阿娘，啊，志愿是去办丧事，安尼做代志毋则较溜咧啊。是你叫伊穿的啦？是啊，我是咧替志愿想，安尼讲毋啥毋对心。你是咧甲装笑的哟？阿娘，我哎呦，咱乡家伫咧先得地府吼，有头有面的，你安尼甲穿啊？长工无成长工啦，啊笑无成笑的。阿娘，我是哎呦，这款代志你也爱我操心，你这新妇是安怎做的？转去，穿西装啦。你无听人伫咧讲哈？人爱装，不爱讲，这个道理你也毋知哦。等你穿好哦，紧去哈。哦。明珠啊，我来去啊。啊，你啥物时阵倒转来啦？代志办好就转来。那安尼爱几工？我哪会知？应该真紧啦，你放心啦，啊。小等的啦。你想过安怎了？你也别讲，我爱你啦。明珠啊，这时阵讲这句话，一点仔气氛拢无，转来再搁讲，无气氛，转来才搁讲。等你转来哦，你早就拢袂记了啦。
古迹大城友，咪姑啊，带来啊！请伊来。好，嗨。手甲我拍开。啊？这，买着手，紧！嗨。请坐。哈哈哈！等什么人叫你坐？唔是叫我坐哦。我是请面姑的坐。啊？你叫伊哦？你是糟糕顽皮，也唔紧起来。嗨！嘿，我找你创啊！夜晚古迹大厅友请你坐，啊，你是袂晓讲阿里阿多的哦？唔捌你嫌无卫生，一句阿里阿多都袂晓讲，啊！我伫咧甲你认，你是欠好听。跑嗨！你遐搞咩错？嘴我顾好。啊！咁对哦。出去！嗨！稍等下，嗨！门锁敞开。嗨！哎，烦啦！请面姑的食饭叫我过门，我看吼夜晚古迹上吼，真是去中着聊天顶的魔山邪术的看哦。这顿是我最后一顿信。这顿是我最后一顿信。我若无看卤卵，你想要食卤卵？要用枪杀的人，毋是拢爱食卤卵。但是什么人要甲你枪杀啊？啊，知咧啦，恁日本人上胆巧，甲阮大骗讲啊，无要伤害我，恁即马想要甲我做掉，专心啊去对付阮大。有说法甲你，对你好，对你客气，你毋通处顶挂强要惊害。你也了解，我是尊重聊天顶，才请你食这顿。尊重阮大，骗笑，我有听毋对。来，为着我上尊敬的对手，干一杯。放心啦，无毒。一起用这个拗步术，想要收买我面具的，无你是甲我面具的当做什么叫嚣？做死卡！我呸！来，食，莫顾看吼。小弟，请归请，若是要叫我面具的替你做代志，你甲拍死就免讲。你真巧，大家拢安尼讲，二姑诶，你毋通生巧，要若无是会跋落马骹哦。莫讲遐啦，像我这顿到底有啥目的啦？莫来讲遐五四三的。好，好爽，来，我干一杯，这杯是为着我先代理厅长干一杯。阮大个甲放大解决掉，你着升一级。啊，若是甲总督府的总督解决掉，你毋着做总督。讲话啊，经过大脑，要若无，我是反面无情哦。我换咱毋是迄件大汉的啦。你是一个人才，我无希望你冤枉死。多谢你的疼爱。我希望你会当提供你的力量，替台湾百姓服务。听清楚，不是为着我，是替台湾百姓服务。你有啥物无解？
过去你甲廖天丁拢业业替台湾人做代志。今嘛，我予恁一个职务，搁配一个宿舍予恁住，恁就会当光明正大、安安稳稳替台湾百姓服务。讲好听是替台湾人咧做代志，啊若讲较直接，做恁一本糟狗，呸！话唔通讲遐歹听，恁遮个人唔想讲一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根本就是吞食台湾人，欺骗台湾人。咪讲话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哦。我哪毋是三岁囡仔？好啊，莫讲讲啊，我无变，你即马就答应。你好我详细考虑看卖。来，搁干一杯。兄妹，来食饭啦。我袂晓。啊，你规工拢无食，安尼要会堪的。你阵来食是友好，要好好顾身体，唔通互恁母啊伫救援地下，怪为你烦恼。乖，起来，听我的话，来，食。天天啊，我阮表兄，伊个日本仔手头，敢是安怎？你哪知呢？是阿豪甲我讲的啦。你放心啦，暂时无代志，吼。天天啊，你救着我的大官，迄日本仔哦，一定会来找强家的麻烦啦。我相信你啦。啊，毋过阿舅甲阿妈讲会用的，迄日本仔哦遐尔干巧，因哦袂安尼就帮强家煞的啦。你莫听恁舅公后白讲，有我伫个，因唔敢。啊，毋过你无可能一世人拢住喺强家。你放心，我会等强家平安无代志才离开。有啥？阿爹，之外，阿爹，互你遮无闲哦，谢遮多谢啦。拢袂，家己人讲安尼，之文，代志办了安怎？日子选好啊，啊师公我嘛请好啊。还是当时21天，遮尔紧哦。日头为安啊，老林，嘿，啊，囡仔你咧爱？哦，是小奶奶叫我爱的啦。哎呦，赛季毋是款，啊，等兄妹等于外家做办丧事，我叫明珠小照顾几工啊，伊才叫你爱。老林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替小奶奶做嘛是共款啊。共管无共师傅啦。明珠咧，哪要叫伊出来食饭？出去啊。出去？啊，你头都落山，出去怎啊？小奶奶讲要叫先生看。先生看。家己翁婿都是先生，叫别个医生看。若转来我无好好甲教示者，伊会爬起我头壳顶放着。之文，哎，有啥？你先等休困，叫我来照顾你。哪会好意思你照顾阮媳妇咧？你敢若甲我当做外人哦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知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是有家庭的人。前一阵嘛，恁阿母阁为着你的代志遐真着急，真无简单，才倒转来尔，加拨一寡时间转来陪恁阿母。有啥？你甲阮强甲斗相共真济啊，哪会好意思阮麻烦你，为着兄妹代志烦恼呢？你哪安尼讲？兄妹是美姑的表妹，讲起来嘛是我的兄妹同款，阮拢是家己人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先等下休困，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再过来嘛是同款，吼。
一定要来等你啊！有刘上你甲我照顾，安尼我明仔再来看你。莫搁哭啊！你人生的路途还阁真长诶，你得坚强起来，知无？阿爹，到好啦，好，是啦。啊，你等下等我。是。就奇妙，阿爹会好好照顾你，袂互任何人搁来欺负我。强欺官！梁主，阿娘，梁主，你哪走来遮？安怎？我袂当来个心良心心，哪有人念影遐歹的？我是靠路头，一路靠过来啦。你安尼哪有想一路靠来的？你可真正当作我甲伊共款，出来死人心。我是会靠阮人吼，叫互你这袂到毋得要转去啊啦。啥是互你遮？你这个话讲啥？你知，我知，伊知啦。甘愿爱我的亲母人情，讲话讲我的亲属心。恁哦，要有心，死亡无记心。你实在是……阿娘，我真正甲阿爹无安怎啊？你点点啦？梁主，你这点点？因为你办丧事，你走遮后面后传出去，敢会听你啊？阿娘若知影，无甲你好处遮奇怪的话讲。奇怪，你有够过分呢！大家拢为了乡话，你太要求我，做那么关心过我。乱了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那才有恁两个查甫人啦？啊好咧，伊无用了，无用嘛，我叫伊转去啊。你搁真高想吼？啊，无我问你啦，恁两个人是要向做好人嘛？想吼，啊无我问你啦，恁两个人是要向做好人嘛？等，我还袂讲完嘞啦。等你才我讲，等你才讲。哎，刘三，拜托你啊，要紧啦，你先转去啦。等。奇怪，我甲你讲。你想我点点？半路我来拖你车干嘛？奇怪，你别生气咯。婷婷啊，阮大家哦，伊就是讲我跟阮大哥。这你做你放心啦，恁大官家己解决的，啊。阿母，三更半暝，这明珠是飘去倒位啦？这真毋是款。阿春啊，我真忝啊，要来休困。我等你小奶奶来转来吼，你叫她来我房间。好。门甲拍开，你莫口哭的。二姑诶，啊困了好无？哈？三更半暝啊，你是来遮创啥？哦，来看你啊！是毋捌看过啥？毋食囝你才好啊！自从我捌你了后啊，我毋捌过着迄个安稳的日子。敢会？啊，我毋是逐工办桌请你咧。哈？你？哈？我只叫你袂当扣我一工哦！哈？你唔通掠这亚麻古市场请你食一顿饭，你就咧下摆呢？迄伊是好狗苗，受到你甲廖天顶的底任呢，伊才有法度做大厅长呢。啊，你头壳歹，我才袂啦。好，
我今日若无拍你出去哦，我心肝来装不出的啦，装不出的，装不出的哈！我问你啊，是你伫咧下摆，还是我伫咧下摆啊？是我，这笔账我绝对要讨回来。你小心啦！这摆要互你用行的入来，用劲的出去。他是啥物人要讲出去啊？哎呦，要么估计大厅长，要么估计大厅长。我唔是甲你交代过啊，不准伤害着民居的。啊，我无啦。佮讲无？哎，我是甲问哦，我来甲请安尼了。哎，咪姑大，对哦。保证。嗨。今日总督府下令，讲廖添丁甲咪居的，伫咧台湾真有人气，真有名声，所以咱需要借着伊的力量，替台湾百姓服务。你敢知影？你拄则所做的，拢是反日的行为。哎，呀嘛，估计大厅长，当时局势变安尼，我哪唔知？哎呦，呀嘛，估计人大厅长，我一向对大日本国吼，拢足忠心的啊！拜托的啦，拜托你手势压悬啦，好无？拜托的啦。我惊，嗨！你甲我听我详细，为即马开始对美国较客气的，有听见无？嗨！我已经决定啊，我咧休困迄间房间，要让互美国大。面皮你去处处的，也唔经意。嗨！保证这个人真本事，你莫甲伊见怪。嘿，咪姑大，拢无好啊！嘿，落座！哎呦，你来拍我啦啊！真正是我甲下摆，还是你甲下摆？啊，咪姑大，你甲下摆，我是输啦！你也知呀？哎呦！以后你甲我听清楚，对我客气的。好啦，我知啦！哎呦，咪姑大，我看哦，你通好休困啊，你通好困啊啦吼，拜托的，拜托的啦。哼，你伫咧爽，下摆是无落魄的久啦。这个日本啊，吼是反民无常，总有一天啊，你是会整歪歪啦。我要困啊，你是搁跪遐喘？喘你啦！好啦，我出来啦吼，咪姑大。大，外面吼有人24小时天后要服务你的啦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喊一声就好啦吼。来啦。嘿，恁两个爱注意哈，咪姑的是重要要犯的，伊若行出这个房间门哦，都甲开声，好死，知影？嘿。加足忝的，哇，莫啰嗦啦，紧困啦。好，紧困。现在在等啊？奇怪。叫你阿妈是叫咱弄门哦。好东西哦，若无做啥物亏心事哦，半暝啊，唔惊人都要弄门啦。你才咧做亏心事啦？小奶奶，阿春，你这时阵叫我是啥物意思啊？阿春啊，我已经困啊啦，有啥物代志明仔载甲我讲啊。小奶奶，叫，你这叫我开心啊，醒醒！就已经爱讲我咧困啊，你听无哟？哎呀，
明珠啊，你是咧歹啥？一定有什么代志，紧去啦，啊！ 3更半暝会有啥物代志啦？少奶奶，老夫人讲叫你回来时阵吼，去伊房间遐啦。哦，你看，阿娘找你，紧去，啊！ 3更半暝叫我去伊个房间，佮怪我袂晓生后生，这根本就是咧糟蹋人嘛！哎呦，你著减讲两句啊！紧去，啊！紧，奇怪。紧去。少奶奶，好啊！叫，你是咧叫心酸的心？紧回你个房间休困啊！我念就来啦。莫名其妙，人就要困，我咧打叫，嘛毋知影啥物代志。哇！这死啊村，阮阿娘明明在咧困啊，一定叫我爱来。明仔日早死哦，我得要好好甲伊教死。机关，今仔日吼，我会离乡妹后头厝，要你起醒地，我嘛毋是挑工的啦。啊，我就毋知影安怎，我看到你安尼冒乡妹咧甲安慰，我心地就来啊。其实我真正毋是故意的啦，你毋通怪我好无？我一定会改，我就说。 从今以后吼，我袂学袂阁起心地啊！请你真心对待我，莫逐摆为着兄妹安尼欺负我吼。你要我安怎，我就安怎，全部拢听你的啦。机关，人讲的拢是真心话哦，机关。机关咯。机关。 机关，你甲真心啦，你甲真心啦！哎呦，莫吵啦！哦，3更半暝一人细念是咧念啥？紧困啦哦！机关，喂！阿准，少奶奶，你是啥把闲闲无代志做哟？甲我骗去阮阿娘的房间，甲装笑呀？我无啊，搁试无？昨暝我甲阮翁婿当好困，互你安尼闹势吼，我对昨暝到即摆还袂困呢。少奶奶，是嘞啦。是嘞啦，你叫是啥是嘞？就准算是。我要互你陪你了，我。连走。你是要互啥物人陪你哈？阿娘，老早。熬早，日头晒脚穿啊，还咧熬早。即个时代变，新妇人会用困到遮晚才起来，啊起来搁大细声。哎呦，阿娘，毋是啦，是阿顺伊。安怎？伊惹啉？是啊，伊3更半暝来甲闹诶。无啦，我是去叫少奶奶去老夫人的房间尔。你哦，明明就是挑工的啦。好啊，点点啦，伊无毋对啦，是我叫伊安尼做。哈？无啊，啊你昨暝3更半暝是飘去倒位啊？哈？我去互先生看啊。乱讲！去互先生看，看到3更半暝才转来，你毋通袂见呢？恁翁婿嘛是先生呢，你若找别个先生，你是干哪加烧金啦？啊，无啦，阿娘，是真的啦，我是真正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做败坏门口的代志吼，我就互你徛猪笼，等你海底饲鱼。哎呦，阿娘，我哪去做啥物败坏门口的代志？是真的啦，你若毋相信，你当问机关，昨暝阮两人是斗阵呢。
志愿斗阵？对啊，我就去乡尾后头厝坐志愿。啊无你若叫阿春骗我讲，你叫先生。我是真正是去看先生，无毋对啊。啊，你家己的翁婿是先生，叫别个先生看，你是钱开无路向哈？我这种病，志愿伊袂晓看啦。什么病？是心经病哦。是哦，妇人科啦。妇人科？你是安怎样？有心啊吼！对啦，阿娘，我有心啊啦。哎呦，你哪有较早讲嘞啦？我想要甲你讲，你一定啱吗？袂啦，我袂骂你啊！来，唔好徛咧，来坐咧。多谢哎呦，等下去当着台去。哎呦喂啊，我哪巧啦，雄去想到这步，一声哦，我有好日子头过啊啦。袂啦，我袂骂你啊！来，唔好徛咧，来坐咧。哎呦，多谢哎呦，等下去当着台去。哎呦喂啊，我哪巧啦，雄去想到这步，一声哦，我有好日子头过啊啦。对啦，啊先生哪个？伊就讲恭喜，讲我有啊。啊是查某啊查某的。哎呦，阿娘，即摆哪会知影？先生也唔是先啊啦。对。阿春啊，点香。多谢阿娘啦。感谢你的吼，我当着台去。迎孙当婚。安尼唔对，我即摆骗讲我有心啊，毋过我甲志愿最近拢无。哎呦，啊那安尼，我以后是要安怎交代啦？嘿，调的好，你看啦，无啊啦，安尼对的好，徛都爱徛较好啊，较有这个精神一个啊！我甲恁遮讲哦，等下总督府啊有这个高级长官要来哈，大家都爱徛的好，知影无？嗨，也莫科技大厅长，哈，应当要到。对啦。也莫科技大厅长，咱这个高级长官叫什么名？吼？沙沙吉布沙士。哈？沙沙吉摩沙士，那会好这个名夭寿哦，这啊，